呢一條關於陪正嘅19題嘅 MC 啦。題目咧就話 ABCD 咧係一個菱形 rhombus 菱形啦。咁問一二三邊個一定啱嘅？一定啱。好，溫下啲菱形性質啦。菱形本身四邊相等，呢個90度，OK。同埋咧輪廓，即係話呢兩個係一樣嘅。呢個菱形性質要知啦。由於等腰啦，嗰邊又係等腰啦，所以呢個都係 A，呢個都係 A。好，呢個一樣都係 B。咁所以啦，好快睇到 A 加 B 其實90，A 加 B 會都係90。好，完之後 mark 翻呢個都係 B 啦，呢個都係 B 啦。咁我哋 check 下啦，2A 加 C 係咪360咧？啱啦，因為睇到呢度 2A 加 C 等於360。咁 C 加 D 係唔係540咧？頭先講咗啦，呢個亦都係嗱，我寫出嚟，2A 加 C 等於360，隔離2B 加 D 咧又會等於360，跟住 A 加 B 係90，咁所以兩條式相加，2A 加 2B 就係180，加 C 加 D 嗰邊720，咁再減翻180咧，你會計到 C 加 D 啱啱好就等於540，所以呢個啱啦。好，咁你話啦，A 加 B 證唔證明到咧？你發現用一啲幾何嘅條件都證唔到，最多都淨係知道 A 加 B 係90度，A 加 B 90度就證明唔到 A 等於 B，而且答案都冇1、2、3啦，所以答案 D 啦。好多謝各位收睇，中意嘅話可以 like 啦，同埋係啦，讚好我哋條片啦，多謝。